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魏俊成。Happy birthday to you。12月5日，星期五，有識之士魏俊成生日快樂。12月5號發生嘅事係香港最大型音樂節 Cloak and Flip 重返呢個中環海濱，5大舞台匯集咗嚟自本地仲有國際知名以及新興嘅音樂單位帶嚟現場表演，仲有舉辦多個文藝活動同埋體驗，包括一啲藝術體驗啦、手作市集，仲有16家美食攤位等等。為咗表達支持最近大埔火災受影響嘅受災者們，主辦都會全數捐出今次音樂節官方周邊嘅100% 利潤，用於支援受災者以及家屬們。款項會捐去東華三院嘅大埔雲福院事故愛心捐款計劃，仲有 MyHK 嘅心理健康支援。唔知今年Cloak and Flip 有冇你聽開嘅音樂人呢？定係可能你而家都係專注聽日本啲少女樂隊多啲，所以就少咗好多聽其他歌咁樣。今年想對魏俊成講嘅嘢係，我哋少咗好多件，不過 Labi 知道你而家有更加有興趣做嘅事，所以都覺得好開心咁樣。又見到你又開始自己擺同人攤啊，或者係有畫多啲畫你中意嘅少女樂隊嘅同人誌，或者係色紙，或者係整吊飾呢啲路咁樣。係 Labi 見到你可以而家投入做自己有興趣嘅事，就覺得係好事，同埋都好戥你開心咁樣。係咯，嚟緊其他同人展，例如1月嘅 RG 咁樣，都希望你擺得開心，擺得順利啦。或者係嚟緊2026年其他同人展，如果你有參加嘅話，都希望你順順利利啦。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點片會少咗，每日都開開心心啦。